今日嚟到長沙灣嘅恒匯新樓盤，地址位於青山道439號。由荔枝角站出發，步行約8分鐘到樓盤。依家參觀恒匯嘅22樓 E 室，實用面積223尺，屬於開放式設計。依家入單位睇下，右手邊係洗手間，廁所有窗，附送有浴室寶。我中意連科啫，咁我去其他咩冇停啊嘛。客廳位置，開放式廚房，送有呢個抽油煙機、微波爐、煮食爐、雪櫃、垃圾桶、儲物櫃。呢個位發展商設計咗高架床，下邊就書枱位置、工作間同埋衣櫃放有。露台設有室外機、冷氣裝置，同埋送洗衣機。露台外嘅景觀，好，多謝收睇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讚好呢條片同埋訂閱我哋。多謝晒，拜拜。